亲啊，这个政府超收税金，讲这个农历过年后要发予全体民众一个人6000块的现金，这条钱是不是真正会当救到社会基层的善假人呢？新北市的三重埔里一个高架桥卡，讲住2户人家，总共4个人，这卖事是住伫个洞坑内底。 无水无电，拢是新雨水咧过生活。更加互人想袂到的是，伊要出入竟然是爱用锁啊爬出去。这个社会角落也是有袂少人过着真悲情的生活。几啊台车对高架桥快速通过，有真大声的声音。所来看对桥骹有一群人，甲这当作是厝咧住。 今日去内底面床棉被直接放伫土骹，连一位成人拢无法度徛得，环境真垃圾。我是真的有害怕过呢，其实都有一些什么来，我是很怕真半夜碰到抢劫，洗澡都没有办法洗，是10天才去洗一次。居民长期住伫遮，会当住一天是一天，至大都是几啊年。衫裤、日用品拢总放伫外口，佮用桶仔来接雨水过生活，而且佮家己种青菜，勉强会当食好饱。而他们进出这里的唯一道路就是我手中的这条绳子，这里至少有3、4层楼高，而且坡度非常陡，如果一不小心没有抓稳，就很有可能滑倒。我是这1、2年租屋纠纷也是很辛苦，他们也是可能比我更早，我不要讲这什么心情。这总共2户4位居民，平常时有人伫工地做散工，其中一位细数的小姐已经互社会局安置，不过另外3个人要需要协调。他们其实只是朋友的关系啦，也不是特别的亲属。那另外3位呢，他因为表示在附近都有一些工作。 那他暂时不希望安置，不过我们也会协助他后续，包括他的租以及他未来比较稳定就业的一个职业训练。伫繁华都会区当中，这个人敢来当美伫桥骹过生活，亲像是2个世界。中央要发的6000块，阁有社会局的协助，到底敢有帮助？因敢若毋望有人会当斗3工，才会当真正解决住伫桥骹的悲剧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